002。猫仔惊到鱼仔刺，一只猫仔兴创鱼头，无细字去互鱼刺，惊伫篮后，疼甲要死，赶紧去找白灵师，拜托甲阮篮后的鱼刺舀出来，我掠10尾鱼仔，甲你说多谢。白灵师叫猫仔喙掰开，轻轻松松就甲鱼刺夹出来。猫仔轻松甲，赶紧甲白灵师说多谢，我嘞就要离开。白灵师讲：你毋是讲要掠10尾鱼仔互我啊？猫仔讲：我行水哪有迄个才调掠鱼仔？可是兔连弦，信口开河，讲话无算话，就是无信用。